牵涉早领助理费风波去互停职的新竹市长辜鸿安，昨二审判决出来，贪污部分是无罪。也若这新竹市政府随甲复职申请书寄出来，内政部长刘世芳今下晡证实讲已经批准完成。辜鸿安也讲有收到内政部的回函，明仔载就去上班。希望在什么时候复职，当然是越快越好。社工希望会使赶紧复职的新竹市长辜鸿安，下晡内政部长刘世芳就证实已经签批伊的复职申请书。高鸿安的这个复职的部分，其实我们今天早上诈防条例审完的时候，那个公文已经签了。刘世芳解释，辜鸿安停职1年5个月薪水会由新竹市府计算补发。随后，辜鸿安也讲已经收到内政部回应公文，办时早起就等于到市府报到上班。17出现时阵也强调无违记新竹市民的托付。民众从一开始选举市长投票，到后来的反罢免投票，其实我的身上等于是背负了2次选民托付的责任。立法院组织法第32条当中，确实是有修法比较不明确的地方。对着立法院助理费制度，辜鸿安也讲，希望相关法案用来讨论甲查清楚。因为各界关心高院判决理由之一，是根据立法院函复指出，公费助理的经费是立委补助费的性质，互法官认定讲相关费用，立委会使寻求使用这经费。有人在质疑说，立院这边是不是护航高鸿安的官司这样子？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谢谢。公费助理的这个费用的细依法处理，好，依法处理。由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最近也提出修法，将助理费改由立委统筹运用，而且免用收据核销，被质疑为助理费多罪化，引发争议。好的制度应该是要给予主事者更多的弹性，但是这个弹性绝对不是把助理的费用变成自己的薪资。我也赞同，不太适合再把公费助理放在立法院组织法里面。哈，专法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，因为中华民国什么都不多，就法律太多了哈。专法里面再用任用，那请问他是公务人员吗？有法律学者提醒，若甲助理费汇入立委的口座，会造成税负的问题，建议应该制定专法。不过，也有人是反对。这法案进行实质审查了后，一定会再引起调查争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